退休以后，刚好有机会，刚才我们的夏牧师在介绍，我2015年年底退休，2016年开始无业游民，非常好嘞。做牧师，我们说牧师的不能讲职业了。牧师的生意就是 7-Eleven 全年无休。我问你，有没有说会有晚上打电话来，牧师下班了？不可能了。所以一定要关心，一定要牧会。2016年开始退休以后，刚好有机会。刚才夏牧师讲说，我现在是全国跑透透了哈。台湾话讲惯是常常要换做北京语，怪怪，真的跑透透了。我在全台湾里面，差不多，假如我不是自己在夸口，假如你临时给我讲，特别是2-3年前都是有疫情的时候。我们常常这些台北的退休牧师，礼拜五、礼拜六会接到电话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礼拜天，拜托，赶快，明天下午1点以前，把题目、圣经什么全部寄给我。我们干什么？因为牧师确诊，还记得没？那一段时间，牧师确诊，找不到人。找这些退休的最好，因为这些退休牧师来代打，不是打全垒打就是接杀。所以这种退休牧师常常要准备好。我刚才讲说，我比较不一样。你假如打电话过来，我会讲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礼拜已经满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2个月以后。你这么自夸？老实讲，我现在排到9月底，10月还是要我1个月要固定一个教会弱小，台北的弱小教会1个月去1次。其他有这种主日的话会排，那我就去。刚才夏牧师我们知道他是澎湖七美的人，我曾经被派到澎湖去讲道，那个单位讲说，既然去了澎湖，给你坐飞机去，不可能说你只礼拜天讲完你就回来了，你要留在那边。我说干什么？因为下个礼拜再去一间，这个礼拜有5-6天呢，留在澎湖，叫我留在澎湖，然后礼拜4再坐船去七美。所以我派2间教会，这样子完成2个礼拜在澎湖。我刚才讲，除了本岛、外岛以外，我曾经在退休的那2年，2016、2017，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，2018才开始有疫情。2016、17 2年中间，我被派到马来西亚。因为那边规定说要退休的牧师，那刚好我退休，总会说我们要退休的牧师，因为一次去那边牧会要2个月，现在驻堂的牧师要请假2个月，只要去的话不要回来，你就留在那边好了啦，不可能那有人去那么久的，所以去2个月回来。休息一阵再去，一共2年，我去了3次，就是半年。所以今天代表公报社文字事工主日来请安报告，可不可以先放一下请安的影片？圣经上面记载，有一位摊子，他让4位好朋友扛来接近耶稣。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
得赦免。的确，耶稣是我们的至亲良友。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，透过文字、透过刊物、透过出版品，也透过许许多多的文化创意商品，一直扮演着能成为弟兄姐妹在心灵上得着安慰，在建造信仰最好的朋友。今年有一件大事，就是人工智慧有长足的增长，让大家感叹人力可能即将被取代。但是事实上，文字并没有消失。以台湾教会公报来说，各种优质的内容仍然是电脑无法取代的。在台湾教会公报出版130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希望有更好的进步。随着这个阅读环境的改变，所以教会公报在3712期即将全面的改成大字版，让读者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阅读体验。教会公报更希望未来能够有改版甚至增版，包括我们的母语天地以及教会的各种新闻。感谢上主的同在，兄姐的支持，让教会公报在130多年来，在风雨中依然挺立为主发声。我对公报社的读到遐个社论，我特别的读，就会感觉因的看见哦，有当时我家己无看见，我会足感动。因为我遮老吼，要搁去对读，拢对公报社的教会公报读到遐个生历家，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、解说生历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。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，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，拢无倒退，无灰心。我无论拄着枵餓，还是富足，我拢留恋；无论是食饱，还是枵，我拢总留恋。踮伫迄个赏赐配力的上帝内面，伊逐项都拢会。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，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，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，还有这些写作家，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，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，其实他们是很快乐。我是因为神爱我。神爱我们，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。耶稣的命令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”感谢主，感谢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你们成为我们最好的支持，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在这里要再一次，除了谢谢大家以外，也要恳请大家继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帮助我们在每一年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经费。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关心，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，也愿上帝祝福大家。谢谢。谢谢。我们通过周报里面有夹的一份，不管是奉献袋或是这些资料，每一个礼拜我们除了更新以外，刚才夏牧师讲说，我们的教会只有5份教会公报。老实讲，现在拿订阅报纸的人已经很少了。联合报是免费的，你给他要，他就寄给你了。但是其他的报纸的话，要订阅了。教会公报以前要订，现在不要，免费送给你。老实讲，下一期刚好是文字事工主日，里面有文字事工主日的3位退休的牧师，刚才影片上讲的汤牧师，还有一个是我们台南中会退休的洪文柔牧师，另外还有一篇就是我的文章，所以下个礼拜那5份教会公报要抢着要，因为
然老实讲，教会公报很少人在看。我上个礼拜去一个教会请安报告，也是文字事工主日，有一个会友说，牧师，我给你建议，那个报纸的字太小。我知道，报纸的字足小字啦。但是我也看不大清楚啦，我都只是看上面的标题黑体字。黑体字的大字的啦，大字的看法我就知影内容就写啥啦。所以我们这个时代，老实讲，眼花或是年纪大，老花眼镜一下子拿下来，一下子戴上去，真的很不方便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通过请安报告，还要说谢谢你们。大家会讲努力啦，多谢啦，你们关心文字事工，你们除了奉献带到支持，老实讲，这个时代，刚才的影片上有讲 AI 的时代，这种智慧的时代，老实讲，很多事情不是文字可以表达，但是你没有文字不行。传福音，我们除了用口传，你还要有文字、事工、支持、祷告。今天的主题很好玩，因为刚才我们有念到约伯记。约伯记这个人物，在圣经这一卷，普通你读到约伯记，你第一个想法，他是好人呐。好，我们圣经上次讲义人呐，好人呐，义人呐，他是好人义人呐，敬畏上帝的啦，神所喜爱的。但是第一章，猪羊变色，他家里碰到你想都想不到的灾难，家破人亡，本身又生病毒瘤。这种身体的欠安痛苦，然后再加上3个好朋友，最后还有他的妻子，4个人轮流，白天晚上就一直给他讲：约伯，承认你的罪了，向上帝认罪。犹太人的观念，你有灾难，你受苦，就是你犯罪，你犯罪。所以，大家会讲无代无志啊，无缘无故啊，你就碰到这种灾难。谢谢我们的自然小组刚才唱的献诗，依然爱我。我们回想一下，这3、4年来，我们经过疫情，早上第一堂礼拜，我有问夏牧师，夏牧师说：“你台上可以把口罩拿下来。”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戴口罩讲道很不方便。我曾经讲到一半，那个口罩我当场再换一个，因为你们已经都dam湿透了。因为你都知道，牧师讲话都很大声，会喷口水，所以第一排绝对没有人会坐了。而且我们很早教会都已经保持距离了，以测安全了。所以3、4年来，人与人之间，我们通过戴口罩，我们通过消毒，我们通过很多测试政策，我们配合，我们走过来了，我们走过来了。我在台北居住很久，台北早就因为国际化，因为这种整个经济要繁荣，所以要开放。现在出入进来绝对不会给你强迫说你要快筛，你要隔离几天，没有了。
所以直接就进来了，也不要戴口罩。我请问一下，现在确诊的人，2条线确诊的人，要不要隔离？不要。所以不好意思哦，我讲这样哦，我没有坏意哦。在座在你们的四周围，他确诊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很好玩的，台湾话讲我都惊死啊，那台湾人都惊死啊。所以哦，虽然跟你讲说不必戴口罩，这我们还是戴啊，因为什么？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啊。这样子的习惯下来，我们已经变成习惯。我有2个孙子，当他读国小，现在是小2，大的小3。我记得他疫情的时候还是幼稚园，他来戴口罩。有一天我给他讲，现在已经可以不要戴口罩了，自由了。那个孙子头抬起来，怀疑的眼光看我，然后问下一句我不会答。阿公，老师说不可以。你听有无？无阿公跟他阿公的啦，你讲的哦，他不听啦。老师说不可以，所以戴口罩，真的现在的习惯，他们已经习惯了戴口罩，所以是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。人生最普遍的经验就是苦难，苦难。刚才那个圣歌队在自然小组在唱的《依然爱我》里面，那个歌词写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？真的不知道，怎么会有苦难？今天的主题，为何苦难会存在？为何？假如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或者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的第一个印象里面就讲说，怎么可能？我好人呢，我是对人很和善、很温柔呢，我什么事情是奉公守法呢？怎么会碰到这样苦难？为何义人也必须面对苦难？为何苦难会存在？有一本书很好玩，这本书叫做《当好人遇上坏事》（When Bad Things Happening to Good People）。当好人遇上坏事，不是当坏人遇上好事呢？真的，现在坏人都遇上好事了，好人都遇上坏事了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当好人遇上坏事，你第一个怀疑，公理何在？为什么？你记得去年5月，在美国加州有一间华人的教会发生枪击案件，有一个儿子陪着母亲去做礼拜，然后遇到这种枪击，当场死亡。我们心里想，天理何在？一个孝顺的孩子带着妈妈去做礼拜，碰到这种灾难，当场死亡。因为当天讲到的一个张牧师，他本来在那边牧会很久，后来回到台湾来牧会，刚好去年疫情稍微舒缓，他有请假回到美国，美国的这个教会就通知所有曾经在那边教会的那些会友，说我们以前在这里牧会的张牧师要回来美国，所以请大家来跟他见面做礼拜，然后
下午有一个聚餐，所以很多人、很多会友就回到那个教会，为了跟张牧师见面。哪里想到那一天就是发生枪击案，天理何在？早知道就是不知道啊，早知道谁敢去？早知道我也不要在场啊。所以有时候你会问一下，人生怎么会这样？台湾话有一句说：“无逐天在过年啦，没有每天在过年啦，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啦。”所以换言之，面对人生中不同形式的苦难，找不到生活意义的困境的时候，就像约伯，连上帝也好像不一样，不存在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。每次我碰到苦难、灾难、病痛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祷告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上帝躲起来呢，上帝都不理我们呢，而且甚至我们会跟上帝讨价还价。大人会讲，上帝啊，你来较差不多了啊！我去教会那么久啊，我有敬拜呢，我有奉献呢，我有祷告呢。你在开条件的，你在跟上帝讨价还价。为什么不是他是我，而且每次都是我？这个才是每次都是我埋怨上帝，你在哪里？约伯的故事，请你们回去。约伯一共42章，第1章到42章。今天我很快就把42章全部讲完。你讲说啊，牧师啊，差不多了，你已经讲40分了呢。42章讲完就下午4点了呢。你放心好了，你回去自己读约伯记第1章到42章。但是这个在信仰过程的当中，你是怎样通过这个义人约伯来探讨人生？约伯记的故事是探讨人生信仰更深一层的意义跟最佳的那种题材。台湾有某个国立大学文学院指定学生要读约伯记，你会吓一跳了。指定学生要读约伯记，约伯记是圣经的一卷。那个学校那个文学院里面规定，一定要读约伯记，甚至要写报告，因为探讨人生，甚至会这种想到，怎么可能好人会碰到坏事情？我们经过失去亲友、意外的灾难、天灾人祸，像武汉肺炎 COVID-19， 甚至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会被冤枉。台湾话讲，冤枉无得讲。你见讲，大家拢话讲啊，我知啦，我们知道了，你受冤屈了，我未讲你哪知，就不跟你讲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受冤屈，我们被误解，我们有挫折感，找不到生活意义，这种困境就如同约伯。约伯记第1章的话，你读完你就会讲说，那也衰啊，信耶稣，我那无代无志拄着安尼。所以约伯记的遭遇，你第1章读完你就讲说，怎么可能？哪里有这么好的人会碰到这种事情？好，
当然继续读下去。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，通过约伯记，你要去整理为何苦难会存在。第一点，约伯的心路历程。回顾一下整本约伯记，我们今天从第13章切入。13章里面，刚才我们的周报里面的经文里面，它现在中文讲，这一切我亲眼见过，我也都亲耳听过，却都明白。请注意，这里有2个字：亲眼见过，亲耳听过。然后他写，我都明白。眼睛、耳朵是整本约伯记里面一直强调的听、看、听跟看。然后第2节更清楚约伯的回答：你们知道的，我也知道，我没有不及你的地方。台湾话更好玩，台湾话这句话可以翻译讲，我无较输你，我没有不及你们啦。你不要来给我讲说奉献啦，奉献我也比你强啦。你不要来给我讲说侍奉啦，侍奉我也有参加。你不要来给我讲说你有参加礼拜啦，我一年出席率还比你高啦。我没有不及你们，所以整本约伯记，他从第1章开始受难苦难，他自己不知道，然后发生这个事情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今天从13章切入以后，就是约伯抗辩的正当性。我们碰到困难，会哀呗。会叫的，我们绝对会叫，我们绝对会申诉，我们绝对会讲我没有啊，为什么？所以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的地方。当我们人生碰到无法想象如约伯这种苦难的时候，请问你怎么办？从心里向上帝发出疑问，再加上他妻子的埋怨，3位好朋友轮流来控诉他，苦不苦？苦上加苦。老实讲，你读约伯记一直读到37章的时候，前面都是这些3个朋友跟他的妻子跟他在辩，然后你会感到说，一个人怎么这种苦难，再加上外围来的攻击，约伯的心力如城。我们马上进去，回去你再详细念。现在马上跳过去，历经3个回合，第4章到14章，15章到21章，22章到31章。连续3次就经过这些朋友及妻子，一次再一次就给他的心路历程。整个态度就是：约伯，你不对呀，你向上帝认罪了，然后你就没有事情了，神就会赦免你了。然而，约伯很铁齿啊，剃忌了，我就没有错啊。宣称自己是公义的，我们常常这样的。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有孩子，现在可能孩子都不多了。我们那个时代、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比较多。假如兄弟姐妹打架玩 gay， 结果我们都骂谁？都骂大的，都不会骂小的。小的都装可怜了。哥哥姐姐打我，只有一句话，爸爸就说了：“又是你！”我怎么又是你？你又没有看到。所以，人生我们常常在被误会，从小就被冤枉。所以，基本态度，
你看到这些人朋友来，约伯啊，你今天会碰到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早上第一堂我有讲，假如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碰到这种苦境、生病，我们去安慰他、去给他鼓励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：无益哦，你就是信仰不够坚定啦，所以要祷告啦，所以要依靠主啦，你要常常祷告。我最怕的就是他用约伯记这一句话回你：我不较输你啦，我没有不及你啦，我眼睛看到的，我耳朵听到的，我都知道。请问你怎么办？约伯的心理路程经过了3个回合，到最后32章。完了，32章第1节，约伯坚持自己无辜，所以人家就不理他了。3个好朋友不理他了，不跟你讲话了，跟你讲也没有用了，没救啊啦。所以约伯的心力路程，我们常常人生就碰到这样。第2点。很好玩，整本圣经你到38章的时候，约伯记38章的时候，你才忽然想到，这个上帝现在才出来，上帝真的躲起来。约伯怎么祷告，怎么埋怨上帝？上帝你在哪里？不见，上帝不在。上帝的出现是38章到40章，第一次从旋风中。大风中对约伯发言，他用责备和挑战的话开始，要约伯自己知道，你不是创造者，你是被造者，你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我们是管理、受托，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。人要谦卑，承认无知有限。人不能一直讲人必胜天，人要赢过。我们牧会的时候，常常教会里面，我最怕一句话。教会里面有人讲，教会没有我不行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都会傻住，然后我会讲。教会没有上帝，没有耶稣，不行。第2句话，反正这个教会是校牧师在牧会，不是我在牧会。我会讲，教会没有你没有关系。教会没有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能讲教会没有我不行。教会无我袂使，像我讲，教会无上帝袂使啦。教会无耶稣袂使，我们在这里变成俱乐部，变成一个社团。上帝有，上帝不在。上帝出现了，约伯记38章到40章，你注意，上帝终于出现了，从旋风之中跟约伯讲话对话。你知道啊，你不是在找我吗？我出来了。你记得创世纪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，有没有躲起来了？躲起来了，上帝出现了。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躲起来说没有。你为什么去吃我规定的不能吃的那个解肉后啊，我们球啊，不是说不能吃吗？嘿，亚当很厉害，亚当马上推给谁？哎，不是哦，他推给夏娃没有关系，他还加一句话：你所创造那个查某人，嘿，责任是谁？是上帝啊。
很厉害。哎，你创造的夏娃给我，你记得上亚当碰到夏娃第一句话讲什么？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说我们在跟新郎新娘证婚的时候，新郎拢就欢喜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很大声。那新娘都比较小声，要，但是还是要啦。但是怎样？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我曾经给这对新人讲说，这个是最好的情书。圣经里面写的“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”，不简单呢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当上帝出生在叫亚当的时候，亚当马上把他推什么？哼，夏娃，你所创造的夏娃，跟我无关啊，都是他。他不要叫我吃，我也不会犯罪啊，是他自己犯罪。所以你是被造物，上帝要我们做管理、照顾，所以人是不足为道。你微不足道的时候，你要承认你的软弱。41章，上帝第二次出现。所以你在读约伯记很好玩，前面好像上帝不在，朋友跟妻子，约伯一直在抗辩，到最后，上帝终于出现了。38章开始，上帝出现；41章第二次，上帝又出现了，用自然界的动物来质询约伯。40章、41章，说明上帝的主权、能力创造。我请问一下，上帝较大还是你较大？上帝较大啦，但是人很好玩，都要胜过上帝，所以一直想要超越。所以这是人的本性。约伯记到最后42章，你从第一章到最后42章，终于42章1节到5节，这个是约伯的信仰告白。再一次他的信仰告白，你是活活的上帝。我以前是听到红线呢有一个上帝，现在我亲眼亲耳看到听到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奇妙的转变，信仰的跳跃 ，live of faith。信仰一定要跳跃，信仰一定要成长。信仰上的成长两个层面，就是听见跟看见。今天来到礼拜堂，我来敬拜上帝，我有听见神的话。今天我来礼拜堂，我侍奉，我有看见神的荣耀。通过我们开始礼拜的敬拜团，通过我们每次来这里的服事，我们都体验神的同在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听见、看见这种突破。然后，刚才我们讲，为什么从第13章开始？13章是一种很重要的层面。约伯有抗议啊，约伯有一直在变啊，就是在信仰学习上要成长。人的信仰一定要成长，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常常在这里讲完，下楼梯走到大门口忘记了。可能你今天还记得，你到楼梯，等一下出去，你问说今天郑牧师的讲道题目是什么？好像在讲到苦难。好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上个礼拜夏牧师讲的题目知道的举手。没办法，那个什么那个跟你讲，你的校牧师因太太，迄牧师无准什么，
伊知影因先生顶礼拜讲的题目迄无什么。老实讲啦，我们自己上个礼拜讲什么题目，圣经节没有人知道了。你们的京剧啊很好玩呢，是当月的京剧，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哦，第一个礼拜，今天第二个礼拜哦，7月份有5个礼拜啊，你们要背5次，5次到月底，我要问一下说，可不可以请说，知道这个月的京剧站起来，不管你用台语、华语，不能看周报。马上念出来，有奖那我要努力有奖。所以信仰要成长，成长就是面对苦难与不可知的挑战。没有提出疑问抗辩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有限跟无知。信仰要无条件一直在成长。我们记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读约伯记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们讲，约伯记42章，你假如读第1章，然后直接跳最后一章42章，你知道头跟尾，中间叫做过程，中间叫做过程。可能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不知道，我们那一个时代很喜欢看武侠小说，现在应该没有了。以前那个时代，我们很喜欢看武侠小说。武侠小说不是1卷2卷，都是40卷、30卷，好多哦。没有那个美国时间一本一本在看的，所以都第1本看一下，中间抽一下，然后最后结论再看一下，有头有尾有巴肚，安尼就知了。圣经约伯记，拜托你绝对不能读第1章，跳到最后42章，中间这个过程一定要看。这种过程叫做成长。约伯有提出他的疑问，他的抗辩，然后我们怎么成长？在这种充满变化的时代，我们生活得很自在。若不是人生各种挑战跟种种苦难，我们很活在自己，很 easy 啊！我们在互相教会里面多好啊！这么广大的土地，上帝赐给我们啊，有教育馆，有这么好的设备啊，而且这种夏天来礼拜堂又有冷气吹啊，而且我们还会讲冷气不够凉啊，能够有条件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安然自在啊，理所当然，没有理所当然，没有理所当然，是神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。所以眼光要放在自己身上，像约伯，他过去常常把自己认为高高在上，我没有错啊，敬拜上帝啊，热心啊，奉献啊，祷告啊，无所不能啊，甚至我还是小组长啊，我还是长子啊，那又怎样？又怎样？有一天你到上帝那边，主啊主啊，我最怕说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我护墙的呢，我管你是什么墙，护墙又怎样？对，你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你不要自以为意，沾沾自喜。通过文字事工，每一个礼拜我们周报里面有加更新新眼光。请问你更新那一张拿回去干什么？回去折垃圾袋，等你看看，折个垃圾袋，然后吃完东西就丢在那里，然后就丢掉了。拜托，刚才的请安报告写5000多万的预算呢。每次这样印出来的教会公报啊，新眼光啊，然后更新啊，这种文字事工的力量很大很大。
所以，我们通过思考、建造新的眼光，学习再学习，真实与上帝相遇，信心提升，眼界被打开。学习约伯，对上帝有重新领悟。老实讲，你要承认你的不足。刚才夏牧师有特别介绍说，我是退休的牧师。我现在要做一个见证。上个月，我应该上个月，因为现在7月，5月21号是我的生日，刚好是满75岁生日。有一个单位请我那一天去讲道，我第一句话给那个单位讲：我生日呢，我生日。对方给我回答一句话：牧师，生日不要做礼拜吗？你讲礼拜日嘛，我生日呢，所以他要派我去一个教会讲道。我第一个玩，我生日啊。他说：那生日可以不要做礼拜吗？所以你下个礼拜你没有来，牧师打电话给你，你不要讲说我生日啊，这牧师说可以不要做礼拜啊，拜托我没有这样讲啊。生日要做礼拜，好，然后我们的会友不来做礼拜，理由特别多。太热可以不要做礼拜，太冷也可以不要做礼拜。现在长老教会有一个统计，从我们线上礼拜以后，很多会友回不来啊。为什么回不来？线上礼拜好好哦，牧师看不到。我躺在沙发上喝啤酒做礼拜，你又怎样？真的不能怎样。最好的线上礼拜有一个好处，你奉献袋不会拿到我家来啊。真的啊，哪一个执事还拿到你家去收钱啊？长老教会线上礼拜恢复实体礼拜以后，回不来了，2、3成的会友回不来了。习惯线上礼拜，所以我都会去问，请问你们还有线上礼拜？他说有，为了那些弱小的会友，较软弱的啦，那是都要给因做礼拜。所以我建议啦，不要每一个礼拜都给他线上礼拜，你给他慢慢讲。我们1个月有一次没有线上礼拜，请回来做礼拜，慢慢来啊。那一个很快很好，可以建议一下，像这个月有第5个礼拜，逢第5个礼拜没有线上礼拜，一定要回到教会做礼拜。那个只有3个月才1次啊，所以1年你至少要回来4次啊。所以慢慢来，我们要把它想办法给他回到教会来，重新思考线上礼拜跟我们现在的礼拜。结论来讲，约伯的一生确确实实是被上帝所称许的义人。第1章第8节。然而上帝是允许他受试探。你只要读第1章的时候，你会去发现约伯不知道起因是哪里，魔鬼跟上帝打赌。喂，你说约伯好人啊，义人啊，好敬畏上帝啊，好虔诚啊，说了一堆。上帝说：对啊，没错啊，好到不行啊。那魔鬼说：那我可不可以试探一下？可以啊，准许。所以今天的题目，为何苦难会存在？老实讲，是上帝允许魔鬼试探，所以魔鬼就开始试探约伯。然后我刚才会讲说，为什么要读到42章？42章约伯领悟了，最后的祝福是加倍，
加倍。你看最后约伯记的最后那个祝福，加倍。所以人生在信仰上，你碰到困难，你碰到上帝与你同在。42章第5节是约伯的信仰告白。从前我听别人谈论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我亲眼看见你。以前是别人传给我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你怎样去体会苦难是上帝允许？最后我们用耶稣的话，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一定会胜过，因为神的允许容许我们碰到苦难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虽然在这个炎热的主日，我们仍然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。特别今天早上通过约伯记，我们知道苦难是上帝允许，我们也通过苦难更加在信仰成长。愿我们通过苦难更坚定我们的信仰。前面的道路你仍然保守带领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